新年好，新年好，新年好，新年好。非常小啊，他现在最重要的就是静养，不要去打扰他，对吧？所以你就不要，知道这一点，我想对他就是最大帮助。让他休息一下，就希望他快点好起来。反正一天比一天好，对啊。现在就不用拐杖，也不用写那个铁鞋了，然后就循序渐进吧，也不要太大意啊，走路还是小心一点。每逢佳节倍思亲，2009年元旦的那一天，刘翔还通过视频与在上海的父亲一同送上了祝福。状态和新年的新年好呀，好呀，新年好，祝大家新年好，我们唱歌，我们跳舞，祝大家新年好。新年到来的时候，刘翔顺利完成手术也快1个月了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康复的生活很顺利，很温馨。休斯顿的气候不错，冬天不太冷，这对我的恢复过程有很大的帮助。更重要的是，我的师父和母亲这次陪我一起来到美国，全程照顾我的起居生活。感谢他们，使我在异国他乡仍然有一种家的温暖。刚刚在美国过了圣诞节，这里的气氛十分浓厚，到处能看到温馨的节日布置和赶着回家过节的行人，这让我更加思念在上海的爸爸以及其他的亲人和朋友。不知道他们今年是怎样过的新年。在2009年世界锦标赛将会在柏林举行，那么对于刘翔来说还会有就是10月份的全国运动会。可以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，刘翔包括对家人都不愿意再提起训练呀、比赛呀相关的一些词。但是在这个手术之后，刘翔曾经跟他爸爸的通话当中就是说他非常希望能参加4届全运会。第4届全运会就是说刘翔非常希望能在2013年参加，可以说2013年就会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之后。刘翔也隐隐向我们透露了可能一点信息，就是他还是希望，他也自己也觉得自己有这个实力能够跑到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。前2天在美国养伤的刘翔呢，又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，他发福了，体重长到了90公斤。但是很明显啊，减肥对他来说比跨栏要容易得多。他1天2练，上午力量，下午康复，仅用了几天的时间就已经成功减掉了6斤，处于正常的体重范围之内了。那成功减重呢，对于刘翔来说是一年好的开始。那评价刘翔的2008年，我想成功和失败不是最准确的词吧，温暖、关怀、回归，应该是新的一年我们给予刘翔的。明天2008年，我们温暖的记忆将会带您走进乒乓球奥运冠军张怡宁。有一段时间就自己也是比较迷茫。你要有本事游泳4个0。体育世界改版了，周1到周5，在45分钟的时间里解读焦点事件。